講起買樓，好多人就會鞋鞋聲，話就話樓市跌咗啲，事實樓價仍然高企，首期閒閒地亦要過百萬。作為一個普通打工仔，要買樓談何容易？不過最近我哋發現兩大地產網出現唔少平到笑嘅騎呢盤，有花園、洋房，尺價仲要係160蚊至2000蚊不等，唔通時光倒流10幾年？我哋去睇過呢啲樓，所謂筍盤其實都有啲 QK， 好似呢個響官地上面，向西貢大涌口嘅樓盤，佔地3萬尺，賣480萬。入面唔單止有幾個花園，仲有13間屋，但係入面明顯日久失修，堆滿雜物。而推銷呢個樓盤嘅，竟然係中原地產嘅經紀。經紀同業主嘅朋友同我哋講到明，啲樓冇樓契、冇地契，只係得一份所謂嘅牌照。仲教我哋裝修下啲樓就可以轉手再賣。我俾人哋係啦，咁嘅時候可能1000萬、2000萬咁。最原始第一檔就咁樣，佢寫到咁樣咯。而家係啊，佢即係話嗰個第一手咧，咁樣一路話牌照，咁大家簽名有受贈人啊成啊，咁就唔會有銀碼牽涉。呢笪地咧就唔係叫賣地，因為啲農地就話賣地噶嘛。但係呢個就係賣轉個使用期。轉嘅使用期。其實近年唔少人急住上樓，都會響元朗、上水一帶買啲又平又大嘅農地屋。好似呢間佢叫價368萬嘅農地屋，環境同裝修真係好吸引。但係我哋查冊完之後，就發現佢根本係非法僭建。買農地樓，好多人都會中過招。好似前醫學會會長史太祖，08年佢同老婆買咗呢度，入面有別墅、有泳池，仲有埋個名叫天倫小築。點知後來發現，原來係違規僭建，仲霸咗8000尺官地，最後史太祖仲要俾錢拆屋添。所以話買樓可能對好多人嚟講好緊要，但真係唔好貪平買呢啲農地樓，否則到頭來錢又冇，屋又俾人收咗，到時真係一殼眼淚啊！